咁坐檔啦。想借個電話打下啦。呀，平時大家都唔叫我做黃俊英，叫你做咩啊？成語泰斗。我香噴噴，我臭崩崩。粵語相聲喺我哋廣州地區可以講話係一個藝術奇葩。1958年我參加第一屆全國曲藝匯演，先知道粵語相聲咁好玩，咁好笑。咁所以逐漸先至領略到相聲嗰種魅力。相聲嘅藝術結束咗巡演之後呢，我就決心就將相聲呢門藝術呢，就翻到嚟廣州開始同佢楊達一齊用粵語去演繹相聲，咁先有呢個粵語相聲。佢嘅結構都係說學逗唱三班四抖，最大嘅唔同就係語言唔同啫，主要就係一個包袱問題。相聲嘅笑料就叫做包袱。我哋初講相聲嘅時候都係翻譯馬貴老師嗰個啲相聲比較多，我哋都將佢翻譯過嚟改編成粵語相聲。譬如佢講嗰啲係冇廣州話嘅味道嘅，我哋將佢改成濕水棉花冇得彈，狗嘴鴨仔呱呱叫，我哋廣州嘅朋友咧就聽得懂。後來創作嗰個叫做廣州話趣，我就將廣州嘅話嘅特點一定要有改革有創新，觀眾先受歡迎嘅，特別係青年觀眾。因為藝術品種冇咗青年觀眾就冇生命力。我以前搞個相聲叫做音樂天才啊，你問乜嘢我就唱，我用唱嚟回答你。你係邊度人啊？咁佢話不要問我從哪裡來。同劇場啲觀眾互動，大家有交流，覺得好親切。劇場嘅效果係非常之好。我哋嘅作品又好，表演又好，語言又好，一定要與時俱進，先能夠立得住腳。咁我就發覺到，我哋相聲語言一定要加啲現時嘅語境落去啊，譬如就好似網絡語言咁樣，觀眾好受歡迎。呢啲即編即興嘅嘢，我哋相聲語言一定要掌握呢啲咁嘅特點。點解有好多媒體朋友話咩嘢令到你咁鍾愛相聲？有例子係我一生都好難忘。嗰時80年代，大概相聲團成立咗1年多。有次我哋去到社會一個鎮演出，日頭演2場，夜晚演2場。夜晚嗰場係7點鐘開場，2場嗰啲觀眾咧已經喺對面山頭睇住佢攞住啲火把，一條火龍咁樣嚟到戲院門口，嚟到凌晨2點幾先返，就係為睇相聲小品。呢啲場面有幾感人，呢啲例子促使我對粵語相聲咁喜愛，咁情有獨鍾。粵語文化博大精深，源遠流長。我雖然今年係89歲，但係我仲係為粵語文化嘅推廣嘅傳承發展作努力。